咱华人对时代一个祝愿，尤其咱即摆医学嘛足发达，所以即摆为长命百岁，可以说咱的长辈都可能是一个实现。以及今仔咱公所安尼举办九重阳节的一个活动，为咱鹿港百岁人类在时代来戴上一个金戒指，也祝他们重阳节快乐。尤其伫咱鹿港百岁人类今仔上最年长105岁赵成密阿嬷今仔来到伊家中来为他戴上金戒指，也祝他安尼会当讲身体健康，食百里，会当年年拢来挂手指。